金價咧都同大家講過啦，今年嚟講咧係有機會劍指6000嘅，好似花旗嘅報告都講3個月有機會去到5000啦。咁但係年初我哋都見到咧，金價咧就最高都去到4888蚊美金噶啦。咁所以嚟緊咧，點解我哋都會繼續睇翻個金價咧會繼續受惠咧？因為金咧其實以前都係一個避險嘅商品啦，嚟緊咧全球嗰個算力提升啊，咁啊而家講緊咧量子電腦咧比世界上最快嘅超級電腦咧快成13000倍嘅。以太坊嘅創辦人 Vitalik 咧都講過咧，最快2030年咧虛擬貨幣咧就有機會咧俾呢個量子電腦解破嘅機率都有20%㗎。如果我頭先所講嘅分析係啱嘅話咧，大家都知啦，比特幣有機會變得毫無價值。咁所以變咗咧，而家你見到呢半年啦，所有嘅避險嘅資金都係去翻呢個黃金，大家咧都會咧就相信呢個黃金多過好多嘅唔同國家嘅貨幣，尤其是美金啦，大家都會好擔心，因為咧而家咧美國嘅政府咧就係不斷咁咧就有唔同嘅手段啊去制裁或者打壓其他嘅國家㗎。咁所以咧，如果我講貨幣係基於呢個信任問題，大家咧都係會去否定對於美國嘅政府嘅信任，咁令到佢哋嘅貨幣會下跌嘅。咁所以變咗咧嚟緊呢個黃金咧其實都會持續支撐嘅，持續會有受惠嘅。咁所以之前咧上年年底咧都同大家分享過咧，4000蚊啊到3500蚊美金咧係好多嘅國家嘅政府咧去買呢個黃金做一個儲備嘅。咁所以咧點解個金價咧今年嚟講咧咁快就有接近5000蚊啦？咁所以如果上年年底大家都知，其實好多時都見到4000蚊附近呢啲位置嘅。咁如果大家部署嘅話咧，又已經升咗20% 㗎啦。